喺世界盃史上咧，巴西就只係試過一次咧，就連續3屆決賽周咧都入唔到4強啊！咁啊就係82、86同埋就90年連續3屆。咁嚟到今屆啦，2026年啦，如果都冇辦法躋身去到4強階段的話咧，就會係史上第2次嘅。咁提到巴西足球咧，就好多嘅負面形容詞咧都出晒嚟㗎啦，悲哀啦、冇希望啦、下滑啦、由盛轉衰啦等等。咁點解歸根究底，巴西嘅足球會倒退得咁緊要呢？即係一匹布咁長，到底係真係少咗人踢街波啊，出產唔到一啲腳法秀麗嘅球員啦，定還是係太多嘅年青球員又好，球星級嘅球員又好啦，外流去咗歐洲嘅主流聯賽之後，吸收咗一啲歐陸式嘅足球，然後就影響咗佢哋嗰個足球思維，跟住翻到去國家隊呢，又好似感覺有啲兩頭唔到岸。咁因為巴西本身，佢哋當然就係想踢進攻足球啦，希望喺陣地戰上面擊潰對手啦。咁但係滲透咗一啲歐陸式嘅踢法咧，計算多咗啦，攻守嗰方面未必平衡得到啦。咁啊，好似有啲咧顧此失彼咁嘅情況。咁所以冇辦法啦，唯有出到最後呢一招啊！既然球員冇辦法令到大家寄予厚望的話，教練又得唔得呢？安察洛提成為咗巴西史上第一位嘅外籍教練。咁你梗係要揾一啲喺歐洲最享負盛名嘅主教練啦，咁啊又可能係同一啲巴西陣中嘅球員咧合作過嘅教練，雲尼斯奧斯啊、米列達奧啊、洛迪高高斯，咁當然冇人知道嘅，即係米列達奧同埋洛迪高高斯咁兩個球員就因傷關係咧，今屆賽事就唔會見到佢哋啦。咁但係唔好理啲落選球員住啦，咁啊先由個大環境去睇啦。咁安察洛提咧就啱啱上任咧，到而家就有差唔多1年嘅時間啦，咁啊執教咗10場賽事。4場外圍賽同埋就6場嘅熱身賽，咁啊當中咧就輸咗3場嘅，咁啊喺外圍賽咧最後一輪對住玻利維亞作客輸咧，我覺得就冇咩所謂嘅，咁嗰場波就好多副選球員啦，咁同埋就已經出咗線啊嘛，咁我相信咧國內媒體嘅指罵聲音咧就唔會話太大嘅，咁但係你話喺熱身賽對住日本，你先領先2球之下，最後就反輸3球，又或者近期對住法國啦，真係反映晒。對住日本嘅感覺咧就係你輸咗嘅感覺咧就係曾幾何時咁，你問全世界所有人巴西對日本你點睇啊？人人啊眯埋眼都會即刻答你巴西贏梗噶啦，日本邊有得同巴西鬥咧？咁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就係你可能對住一啲有翻咁上下實力嘅2、3線嘅國家隊，即係你唔好話去到聖馬力諾啊、直布羅陀啊、英屬處女島啊、美屬薩摩亞呢啲咁嘅級數嘅球隊啦嚇，對住稍為有翻啲能力嘅國家隊咧，原來巴西都可以係俾對手擊敗嘅。咁而對住法國啦，感覺就係你係真係俾人技術性擊倒。咁當然我知道呢啲係熱身賽啦，咁但係今時今日你問巴西嘅球迷，再樂觀嘅巴西 fans， 佢哋都唔敢憧憬喺正式賽事巴西係能夠重現真面目啦。咁所以就真係要睇安察洛提啦。安察洛提，但係佢畢竟都係國際賽嘅初哥，你喺球會級賽事取得成功就唔代表你喺國際賽事咧都一樣可以複製到嘅成功嘅。咁加上巴西喺大賽決賽周，即係講喺部署上面，大賽決賽周同你球會級嘅賽事咧又唔同。你對陣中嘅球員嘅熟悉程度啊，咁當然巴西就粒粒皆星噶啦。咁但係你話要糅合埋一齊，加上結合埋現時國家隊嘅現況，安察洛提咧今屆賽事佢揀嘅球員咧，或者佢喺成為國家隊主教練之後到現時為止呢一刻咧，感覺就係希望嗰個軍心要夠穩啦，就係個向心力要夠高，更衣室要夠聽話。只要解決咗場外嘅呢一啲嘅因素嘅話咧，場內大家自由波、天才波咁樣去啦。咁其實你睇熱身賽咧，或者外圍賽嘅賽事嗰啲排陣咧，你係真係唔係好估到嗰個正選11人而家最佳陣容係點嘅。咁但係有啲嘢都可以係參考得到嘅。咁啊，先由門將講起啦。門將其實我都唔敢肯定㗎，因為艾利臣就有傷，艾達臣咧亦都唔係話太好嘅，就喺球會級嘅賽事表現得唔係太好，都俾人批評得好緊要嘅。咁你以為唔係喺歐洲主流聯賽效力就冇人理咩？咁其實巴西眾矢之的啦，咁好多人都會及住啊嘛。咁但係都要揀㗎啦。咁我就寧願揀個冇傷在身嘅球員啦。咁我覺得會唔會決賽周都會先用艾達臣咧？咁但係當然艾利臣如果好翻的話，狀態又有翻咁上下，循序漸進的話，艾利臣都會係國家隊嘅首選嚟嘅。咁但係就而家呢一刻唔知佢嘅狀態係點啦。咁而後防位置啦，今次你睇個大軍名單咧，
其實就係充斥住好多老將，平均年齡29.2歲，大家見到頭先張圖。咁而當中咧就側重喺晒啲後防球員噶啦。咁啊，今次其實大軍名單入邊咧，11個球員係年過30，除咗尼馬之外咧，其他都係中後場球員嚟嘅，防守中場啊、左閘啊、中堅啊。咁當然亦都包括3位入選嘅門將啦，艾達臣、艾利臣同埋就韋華頓。咁而如果你話睇翻一啲當打啲嘅年紀，25歲或者以下嘅主力球員咧。其實數埋真係得雲尼斯奧斯一個嘅啫。咁但係唔好講前線住啦，講翻後防位置啦。後防咧今次係揀咗6個中堅球員，咁啊包括埋咧就係可以踢右閘、可以踢中堅嘅丹尼路。咁隊長啦，馬昆勞斯會係拍住邊個咧？咁我相信都應該會係加比爾馬加希斯噶啦。咁啊兩位都係入到歐聯決賽嘅球員。咁啊，應該就冇咩懸念嘅呢個中堅組合啊，咁啊，不如講下啲後備啦嚇。咁後備嚟講咧，其實都唔差嘅。咁啊，比馬啦，呢位祖雲達斯嘅中堅啦，季初唞咗3個月之後咧，季中復出咧，佢就都算係漸入佳境啦。咁比馬曾經都係獲選過咧，成為意甲嘅最佳後衛。咁另外今次嘅大軍名單其實就揀咗7位咧，就係喺巴西本土聯賽效力嘅球員啊。咁啊，法林明高就大戶嚟嘅。咁而法林明高嘅入選嘅球員當中咧，就有3個咧都係後防球員。阿歷斯辛道啦、丹尼路啦，同埋就係里奧彭利拿。咁總之咧，安察洛提今次嘅揀人嗰個方針咧，我自己覺得某程度上咧都希望要有嗰種和諧嘅氣氛。有限時間之下，你盡量就係揀翻啲有經驗咁啊，或者如果係真係喺球會級賽事表現唔錯嘅，咁你咪一 pair pair 咁樣揀咯，鎮住個場面，確保喺場上面唔好有啲咩亂子出現。唔好有啲咩好混亂嘅情況出現。咁你見到有啲名字，講真，你真係唔開胃㗎。丹尼路、阿歷斯辛道，甚至乎踢緊新尼特嘅杜格拉斯山道士。杜格拉斯山道士講緊當年喺漢堡啊都唔入流嘅一個球員。咁同埋而家已經32歲，亦都唔係國家隊嘅一啲常規會入選嘅球員。咁啊，今次大軍名單係揀到呢啲球員咧，21世紀啦，即係學阿田雞話齋。周街都係飛機，周街都係電腦啦。咁但係冇辦法，安察洛提咧就係選擇咗呢一個嘅取態。咁你問我嘅話，左右二閘啦，係咪真係會用阿歷斯辛道同埋丹尼路兩位老將咧？我覺得咧就2個人係得1個人係會踢正選嘅啫，就係左閘嘅阿歷斯辛道。咁因為我覺得前線如果左翼係雲尼斯奧斯嘅話，咁你咪由佢喺前面搞晒咯。咁你如果係阿歷斯辛道嘅話，你就淨係知道我係需要做支援嘅啫，淨係知道要做咧雲尼斯奧斯最強大嘅後盾。咁啊，反而右邊咧我就會覺得咧會用係韋斯利法蘭卡嘅。咁啊，一陣間就再解釋下啦。咁而中場線啦，5位嘅中場中嘅球員咧，入選嘅5位中場中嘅球員咧。卡斯米路同安察洛提係夾棍夾熟啦嚇，咁啊應該就冇咩問題噶啦。第2春又好，第3春都好啦。今季咧佢嘅喺球會嘅表現咧，無論係曼聯定還是係巴西嘅球迷咧，都會係樂見佢可以重拾翻咧昔日嘅水平嘅。咁而紐卡素古馬利斯咧，今季其實入咗9球嘅喺聯賽啊，咁啊就係屬於佢單季聯賽入波最多嘅球季嚟嘅。咁但係就近期啦，即係講緊2-3個月前咧就傷咗啦，咁啊最近都復出翻噶啦。咁啊，佢同柏基達咧都係負責喺中場中路嘅滲透啦，咁啊做一啲嘅聯繫啦，咁啊都要主要咧就係分波俾兩邊嘅邊路位置啦，咁啊兩側嘅翼鋒球員啦，咁啊然後就有時就可能係後上入楔啊，咁啊禁區頂一啲嘅撞射啊，咁呢啲對於佢哋兩個嚟講咧都係啲食糊位嚟嘅。咁我對古馬利斯嘅後上咧就會有更加多嘅寄望。咁我覺得佢就本身咧就明刀明槍啲啦嚇，即係後上佢又有一定嘅遠射能力，咁亦都係後上意識咧又係唔錯嘅。咁啊，柏基達就可能會係再掕多幾腳啊，喺中前場就再做多啲串連啊、箍波啊、控制節奏啊咁樣啦。咁另外都想提一提咧，就一位國家隊嘅新人啊，咁其實都唔算新人噶啦，因為佢都第一次入選國家隊咧，都已經講緊成4-5年前噶啦。咁啊就係曾經踢過諾地咸森林嘅丹尼魯奧利華拉啊。咁啊，丹尼魯奧利華拉咧，其實喺英超嘅效力嘅時候咧，23到24球季，我覺得佢嘅表現係唔錯嘅。咁但係之後就受傷啦，咁啊然後就選擇咗咧就係翻巴西國內聯賽效力啊。咁佢而家係踢緊保地花高嘅。咁有啲球員就係咁噶啦，即係搏一搏啦。咁因為明知每一屆嘅大賽咧，國家隊嘅教練都總係會喺巴西國內聯賽咧揀翻4到5位球員嘅。咁而丹尼魯奧利華拉啦，就係俾佢搏到啦，翻去巴西踢翻本土聯賽。今季暫時嚟講咧，入咗7球，
亦都係佢個人咧嘅單季嘅新高嚟嘅。其實丹尼路奧利華拉咧喺彭美拉斯嘅年代咧，我已經認識佢㗎啦，即係都覺得佢係可造之材嚟嘅。因為彭美拉斯就係近年南美自由杯都攞過唔止一次嘅冠軍啦，咁亦都喺當時咧俾大家見到咧就係佢嘅潛質咧係幾優厚嘅，咁啊都係一個攻守兼備嘅中場球員啦。咁所以今屆賽事咧，雖然你話其他嘅入選嘅中場中球員啊，卡斯米路啊、法賓奴啊、柏基達、古馬利斯個個都係名字響當當嘅球員啦，咁但係丹尼路奧利華拉都唔好忘記，佢都係踢過英超，同埋都有資格咧可以喺今屆起到一定嘅作用嘅。咁而前線啦，千呼萬喚，尼馬重返國家隊啊！咁啊，尼馬咧就喺國家隊上陣次數第二多嘅球員啦，呢個大家都知㗎啦。咁啊就係僅次於卡庫，比卡庫咧就上陣嘅場數就少15場。國家隊入波最多啊，當然亦都係佢啦嚇，入咗79球。咁佢可唔可以同其他嘅進攻主力共存咧嚇？咁啊就真係要睇下安切洛提嘅調教啦。所以嚟緊熱身賽咧就真係好值得大家關心嘅。咁啊，熱身賽對手咧就包括有埃及啦，咁啊有巴拿馬啦，咁其實都係為咗同組嘅對手而去約戰嘅熱身賽啦。咁因為同組有摩洛哥，亦都有海地啊，咁啊兩個都係同埃及同埋就巴拿馬同州份嘅，分別同州份嘅國家隊啦嚇。咁所以咧就嚟緊熱身賽咧就真係要留意下前線上面巴西嘅進攻配置咧係會咩情況啦。咁但係就兩邊都應該兩側嘅翼鋒咧都應該會係雲尼斯奧斯同埋就拉芬拿噶啦。現時國家隊最 top 嘅翼鋒咧都係佢哋兩個啦，唔使多介紹啦。咁啊反而正前鋒位置咧，我估計根下都會係暫時喺前面擔正嘅球員啦。咁雖然佢就唔係正前鋒嘅材料，咁但係反正有咁多攻擊點啦，左右兩邊去波，咁啊跟住後上又有古馬利斯啊、帕基達啊等等啦。如果真係夾得到的話咧，點都會係有翻咁上下殺傷力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安察洛提始終係一個軍紀嚴明嘅教練啦。咁就算你話有好華麗嘅進攻配置都好啦，佢都唔會話喺場面上面打造到隊波咧係好穿花蝴蝶啊，好真係喺中前場嗰種進攻足球係好清脆利落啊，好行雲流水嗰種嘅，都要保持翻有一定嘅紀律性。咁所以某程度上咧都會限制咗一啲進攻球員嘅發揮啦嚇。咁後備名單其實都有好多選擇嘅。右手邊路位置啦，路爾斯軒力基同埋就拉恩，咁啊兩位都係翼足嘅翼鋒球員啦。咁啊路爾斯軒力基咧就之前都踢過西甲嘅貝迪斯嘅，咁啊而家就喺俄羅斯聯賽揾食啦。咁啊另外就拉恩咧就近期喺英超咧就腳風非常之順，連續3場波咧都係有波入嘅。咁啊嚟到下半季英超咧，其中一個嘅表現有驚喜嘅球員咧，就肯定係呢位班尼茅夫嘅翼鋒球員。咁另外左路都有馬天尼利啊。咁雖然馬天尼利你話腳下功夫係比較粗啲，即係比較粗啲啫。咁但係其實就勝在喺前線上面翼鋒位置咧，無球跑動最多嘅球員可能就係佢啦。咁都會有一定嘅喺前線嘅參與度嘅。咁而前面正前鋒位置啦，伊哥泰亞高就係嗰啲典型喺前面真係同你開山劈石，有一定嘅停波能力。咁啊，亦都可以係帶動到成隊波嘅進攻。咁雖然就國家都係新人啦，但係今年入球數字咁突出，都應該係要揀嘅。咁啊，仲有唔好忘記喎。咁啊，今季就外借去咗里昂嘅安迪克啦。咁啊，本身都係皇馬球員。咁啊，借咗去里昂之後咧，其實雖然都有啲傷啦嚇，咁但係其實表現咧，發揮上面咧喺歐洲賽表現咧都 OK 嘅嚇。咁啊，轉頭咧會再講多少少啦，關於安迪克嘅情況。咁啊，今屆巴西其實3場嘅分組賽咧，你睇翻嗰個地點咧都係喺東岸舉行嘅，咁啊幾個城市咧相距都唔算話太遠啦。同組對手咧就先後啦，即係講緊嗰個分組賽嗰個順序啦，就會係先後遇上摩洛哥啦、海地啦同埋就蘇格蘭。我自己就一個諗法咧，就係第一輪對住摩洛哥咧，就算贏唔到都冇咩所謂。咁因為上屆你睇翻最終冠軍阿根廷，佢哋咪係分組賽爆大冷輸俾沙特阿拉伯。有啲球隊咧係會要啲時間咧去進入嗰個比賽狀態嘅，尤其是即係可能對於安察洛提嚟講咧，未必話會咁快將個節奏咧推到太快，都要咧就係好好管理下成隊波嗰個軍容啊，或者就係管理下嗰個體力流放。咁體力流放如果係可以兼顧到平衡得到嘅話咧，先至有機會喺一屆大賽入邊咧去到最後啊嘛。咁所以如果第一輪贏唔到摩洛哥的話，可能啲球迷阿支阿莊噶啦，又彈呢樣彈嗰樣，嫌3嫌4咁樣，又覺得巴西係冇希望噶啦。
睇定啲先啦。第一輪對住摩洛哥，我覺得就算贏唔到咧，都唔係世界末日嘅。反而第二輪啊，真係可能要交功課啦。對住海地，如果你都贏唔到，甚至乎係大炒唔到嘅話，就真係大件事啦。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呢一組我覺得3隊嘅對手咧，應該至少都可以喺呢3隊波入邊咧身上又執到6分嘅。咁佢哋史上嘅世界盃咧就未曾試過係分組賽咧係次名出線。咁今屆我覺得都唔例外嘅，應該都可以攞到首名嘅。咁但係關鍵就係之後啦，淘汰賽階段啦，以安察洛提喺歐聯咁多年打淘汰賽經驗套落嚟國際賽，我都真係好期待、好想睇嘅。咁啊，睇一睇啲走線嘅情況啦。咁啊 C 組嘅首次名咧，其實就會對住 F 組嘅首次名嘅。咁啊，即係有荷蘭、瑞典、日本同埋突尼西亞嗰一組啦。又有日本粉喎，咁可唔可以復仇成功咧？咁但係唔好逐隊咁去格劍啦。咁啊，不如就望一望今屆賽事啦，即係嗰個現實啲嘅目標。咁但係我諗安察洛提都唔會話 set 太多目標俾而家嘅巴西㗎啦。亦都唔好再講啲咩有冇森巴味道呢啲咁嘅話題啦。咁你揾安察洛提都唔會期望佢可以同你注入啲咩森巴足球嘅踢法，或者重新有翻啲森巴足球嘅特色㗎啦。呢個就唔可能㗎嘛。最緊要就係揾翻啲王者嘅特質，作為強隊啦，嗰一股嘅信念，你對住啲咩其他嘅對手咧，乜嘢蛇蟲鼠蟻都好啦，你都唔應該有懼怕嘅心態。做得到的話，咁到時淘汰賽啦，一步一步咁樣前進咧，加上安察洛提嗰個經驗咧，你話重返世界盃4強嘅行列咧，我覺得都唔會係一個奢望嚟嘅。頭先我就賣咗啲關子啦，咁我覺得正選左閘咧就係亞歷斯辛度啦，咁而右閘啦，冇理由兩閘都係用老將啊，係嘛？會唔會右閘都會考慮用翻啲側擊能力有翻咁上下，助攻能力比較強啲、有活力啲、有朝氣嘅球員咧？咁啊講緊選擇就唔係好多嘅啫，都係得羅馬嘅韋斯利法蘭卡。咁啊韋斯利法蘭卡喺球會賽事咧，其實佢就係踢左翼衛嘅，羅馬就打3後衛啦，咁所以佢就經常都係會踢左翼衛。佢都踢過右翼衛嘅，咁但係就唔係多咯。咁但係喺球會賽事，其實佢今季嘅聯賽入球數字咧都幾理想啊，入咗5球。咁但係因為你踢翼衛咧，就好經常咧可以係壓入禁區參與進攻啦。翻到嚟國家隊啦，如果係真係踢4人防線嘅右閘嘅話咧，對於自己嗰個紀律性咧，嗰個攻守平衡咧就要有更加高嘅要求啊。咁而安察洛提嘅麾下咧，亦都唔容許你係真係攻強於守嘅。咁但係有樣嘢咧，就佢自己都要留意啦，醒醒定定啦。因為近期咧，近呢2個月，韋斯利法蘭卡喺球會賽事咧就攞咗2張紅牌嘅，到底發生啲咩事咧？唔知道啦。咁啊，唯有就祝佢好運啦。事隔2年半，尼馬就再次入選國家隊啦。咁先唔好講啲咩戰術啊，或者同啲進攻球員點樣配合，嗰啲就後話啦。最重要就係，佢嘅入選係可以為球員同埋球迷帶嚟一啲興奮嘅感覺，一種期待嘅感覺。因為有時足球世界就係好簡單嘅啫，士氣高昂，大家踢得開心啦，咁咪一人多走一步咯。咁一人多走一步嘅時候，你幫下我，我幫下你咯，咁自然難題就會迎刃而解噶啦。咁你話落選咗個球員，你就算見到尼馬喺球會嘅狀態點樣差、點樣飄忽、點樣多傷都好啦，你都冇辦法質疑佢入選嘅決定。咁因為佢地位崇高就係地位崇高啊嘛，佢嗰種刺激作用帶到俾球隊嘅刺激作用，同埋嗰種產生到嘅互動嘅效應，唔係等閒之輩可以營造到嘅。近年談及得最多嘅巴西超新星咧，就肯定非安迪克莫屬啊！咁佢係有啲計仔嘅，無論你話射手觸覺啊、埋門把握力啊，或者係策應能力啊、小技術咧，係有翻咁上下質素嘅。咁啊，今屆賽事就唔使點樣靠佢做波啊，唔使點樣靠佢發動攻勢嘅啦，專心做好搶點，專心做好埋門最後嗰一腳啦。咁就算你話今屆賽事佢未必係打正選都好啦，我相信佢都會有一定嘅作用嘅。咁仲有另一件事就係巴西現時未來嘅新希望唔係太多嘅啫。如果球迷們見到安察洛提係信任佢，又或者安迪克今屆賽事表現得係唔錯的話咧，縱使巴西今屆賽事最終嘅成績都係未如理想都好啦，應該球迷們對於未來巴西嘅足球發展咧，都會仲有少少嘅寄望。